子整整1年，伊带上海来办申根签证证，为3个华人暧昧的法国之旅做准备。碰头一个地方待着，带我一来去个人坐辣上头等我。听说还要请我吃麦当劳嘞。虽然介多为啥还戴了帽子，你不啦？你那今晚我差不多。我是恨不得拿马甲脱脱起来，热得不得了，吃光的。哎哟，要喊个辰光待着哇，那没人来参几个家哈，工资2分钟着哇，慢慢就4万块，你该不里多噻，人不来是太着哇，发到面哇，像啥个情况，发到对头哇。我在来埃面的嘛。这帮人啊，哎，我们来去看看呢，去看看呢。哦，总算寻到组织者，那没定性，看上去几个团个人啊，蛮懂得嘞。哦，刚吃到了里向，我啊叫他一句，我想那么要洗卡嘞，1万9千块洋钿，臭他！啊对了，我老急个呀，1万9嘞，侬想两个1000嘛是啊，不好哎呀，不好抽他，不好抽，抽是中国抽脱了呀，不好白抽。你的保孩子对1、2、1，赤裸自刎。对女签证啊，我的听不下来的，签证一般不大可能了啊。我们浦东机场再见，拜拜。从站廊向8点半出门，带夏梅只有1点40分，法国主营第一步中手带孩子。辣海外国人眼睛骨里，尤其是西欧国家，中国人侪是一个字穷。老头贴了灯盘里个结构侪是猪硬，骨头瘦加死硬。哎呦，不能再啥个萝卜子，倒闭牛的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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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甜，不晓得哪把它想出来。中浪向还有啥子请我吃一只汉板板，开牙子缝也不给。为啥还单个侪是面板店，还是进去搞脱个鱼吧，飞起管了喊吃了发喊吃。而且中浪向个汉板板起码吃5张。哎呦，一只来猪三吃下去，瓜分过大，再来一只德国鸡，我吃么子有个习惯个，一没饭吃，一吃谁吃带挨个字啊，挨打看看清爽啊，挨打挨个地方啊。逗比吃饭，现在我也带来到厂去喂。那每次在上海侪要去个家，也是啥个笑啊！马上侪要清明节节，对于天朗里向个清明，预计在奋斗头浪去大哭三海，为不是在里头活辣海个辰光，最欢喜去个地方来逛一逛，预计让小东的冒得来个青豆子。不一群赶也赶不脱个乡下来太太，把米饭挖个水上树。为不是前夜你要活辣海个辰光，最欢喜吃个稀饭米回去打打。对于已经叫脱个人来讲，最开心的事体，侪是看见回分办了个三班。吃里头想吃个么子，这里头想扎个衣裳，背里头想背个板板，袋里头想去个地方，沟里头想过个日脚，啥个水包了花秋了，狗菜了，随本还要混。预计死脱子高一啥去饭洋店毛给地下室。为不是活辣海个辰光，带迪包去先生这一道，走法迪包分担一个改变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命运的地方，带着你个外婆从大山镇上个三三角，金华的民间工艺上好灯笼个黑白来太太。你个外公阿爹从上海滩上良有名气个县城山，升级成高台里监督劳动的斯兰分子。你个爷从财经到个干柴商，琵琶成功收拨农场养猪猡猡个鱼泡分子。再杀你个22个叔叔。上海化工大学毕业，发配到铜陵煤矿挖煤，特别的来命啊臭他。那么还不难呢？还不得了医院爬到墙头个房子里向，一直时代打到阿条结婚。来见市民，不忘初心。来娘个天呀，说比随比，该吃吃，该哈哈，该做啥做啥。还啥子？我为抓紧辰光去研究一个问题嘞，为啥代理搿场的上海粉丝，一托我毛收走青豆子？